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顶礼拜美国甲台资企业盘大落，早起韩国股市落8趴，日本嘛落4趴，台股早盘上济落2700点，创一日落上济纪录。菲律宾的民达纳尔岛早起发生规模7.8大地震，厝倒去造成伤亡。菲律宾发布海上警报，日本和台湾跟国家嘛得警戒。交通部宣布3引线的勘验已经完成，有15项需要改善，但新北市政府改善了，交通部核准就通决定通车的日期。来看美国伫顶礼拜5大落，费半指数嘛落超过10%，台资企业盘一日是落超过3000点哦，所以今仔台股的投资人是拢错在等。今仔早起韩国股市是落超过8%嘛，暂停交易。日本的股市是落破64000点，落超过4%哦。台股今仔早盘上济落到2700点，是有史以来落上济的一届。落尾收盘是落1568点哦，指数是43502点。顶礼拜5，美国受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落超过10%，台指期伫咧半暝嘛创下高一天盘上济纪录，落超过3000点。和拜一的亚洲股市拢对咧做水灾，韩国股市早盘大落超过8%，甚至休市小长期暂停交易。日股嘛未复闪，甚至落破64000点，盘超过4%。若台股一开盘嘛青顺顺，大落2694点，上加来到42376点，盘破43000点。AI 概念股几乎是全倒啊，包括这个记忆体啊、光通讯啊，跌停家数甚至是超过200家，这个算是一个整理是蛮重的。观察这几年台股伫盘中落上济纪录，就是伫咧今年6月初八落2694点，刷落来就是伫去年4月的对顶关税，台股伫盘中落2986点，今年3月初9美伊战争嘛，互台股落超过2000点。去年的8月初5，盘中嘛捌落1854点，若拜一台股规个是倒规连片，看起来抑阁茫无尾流。尤其是 AI 概念股正做重灾区，亲像台积电伫早盘就捌落到2230块，落135块；联发科甚至对4000块的大位落落来，落到3935块，盘365块。若亲像力积电、旺宏抑阁友达，嘛拢盘甲真崩，传出各大券商伫咧拜6礼拜赶紧通知机会投资人，都爱提早甲钱拢入去，才袂一开盘的时阵，规个大落向着甲老血老底。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去交割的话，确实就是会有风险。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暂时性的市场缩手观望，这种资金紧缩的行情，你要它短暂几天内要快速反弹，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加在台积电顶顶的股价刷落来受长荷，台股盘中阁转去到43000点。专家认为，若是拜一收盘会使甲43000点的过线甲走复调，代表台股的韧性抑阁真强。尤其机会投资人，就要特别注意更乖操作的风险，唔好大心肝底住伤过济，才袂因为台股起落落伤明显，了解要靠无目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菲律宾南部的民达纳尔岛，台湾时间早起7:37发生规模7.8、深度大约只有10公里的大地震哦，传出讲有厝倒去，有人伤亡。太平洋海象警报中心嘛指出讲，伫菲律宾沿海可能会有3公尺悬的海中，台湾、日本关岛各有西太平洋的国家哦，嘛爱特别注意。这个地震哦，深度只有10公里，是一届真浅层的大地震。也毋过，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到的震源的深度是55.2公里哦，虽然是误差，也毋过地震是摇甲真厉害。震央的附近哦，是有厝倒去，嘛已经断电咯。当地政府是呼吁民众往较悬的所在去避难。菲律宾沿海嘛发布海中的特报。日本的气象厅嘛有针对沖縄关岛地区等9个县附近14万的民众发布第4级的避难指示。空军 T-34初级教练机失事，造成2个飞官殉职。外界是正关心讲，这款教练机当时会太晚。空军是指出讲，目前是进行相关的评估。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嘛表示讲，按算明年5月底会来完成评估，上紧117年会买新机。另外，针对甲美国买66台 F-16V 战机顶头的系统有变动，嘛引起立委的关心。空军 T-34初教机服役超过40天，目前也无界定原本规划122年要退役，啊，毋过顶礼拜严重失事，2个飞官殉职，到今已经累积12件事故。
佮加上 T3数初稿机，无乌压仔，无所谓仪表板，椅仔嘛无法度弹出来，无符合现代空军训练的需求。空军即马评估要来态度，刷落来是要对外国买，还是家己来制作？国防部长顾立雄初步回应，预计明年5月31进前会完成建案，相信伫咧117年来启动丢高的作业。117年如果能够获乎预算，那我们预化可能就可以在119或120就可以获得。所有零附件跟妥善都没有问题，都可以继续的维持。那这个飞机使用的时间也还没到，所以说在安全上绝对是我们的第一个考量。另外，负责部队物资导送任务的 C130H 运输机，大多数拢已经30-40吨啊。空军想要买更较先进的 C130J 运输机，立委就关心，上近当时会使启动建案。使用受限其实只到一半。有些甚至一半不到，那我们就准备做一个替换。其实最主要也是安全的考量，我们会分阶段来做一个这个汰换。空军想要向美国采购66架 F-16B， 头一代有可能伫今年就到台湾，会有全球独一无二的内置性 AN/ALQ-25电侦系统。传出美军伫咧明年要换另外一款 AN/ALQ-257的电侦系统，启用这支这是违反日本主角机甲美军爱用同款军品的要求。相关这个 F-16B 这种构型的都使用254，那事实上美军也还没有确定他要使用250管。台湾、波兰、捷克，还有就是巴林、保加利亚、摩洛哥以及后续的菲律宾、秘鲁等8个国家都采用254的系列，因此后续的这个补保维修是不予匮乏。顾立雄背回 ALQ-254的性能符合咱国作战的需求，嘛讲美军无确定的使用 ALQ-257。学者分析 ，ALQ-254是使用技术较成熟的零件，会当降低维修的成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日本甲菲律宾宣布要启动专属经济区海域211范围的谈判，中国嘛讲因要伫台湾的东部海域来执法，初次都有4架中国的公务船驶到咱国南部的限制水域，咱的海巡任务是对伫边仔伫监控，嘛有广播来驱离。有专家嘛警告讲，中国的公务船有可能会伫东部海域要求讲要上船来临检咱国的商船还是渔船，所以建议讲海巡就要特别注意。高雄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利，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已违反国际法规定，请立即转交。中国讲这是管辖海域，咱台湾的海巡人员随强力反击赶入归。中国4架公务船初一下晡弄入来咱台湾南部限制水域。海巡署随调派5架大型的巡防舰，还有2架100吨级巡防艇来应对，进行1对1的监控，而且强势赶离开。中国的船只初7马阿马离开限制水域，不过要是伫咧起卡刀，甲咱海巡西古照角。严正谴责中国这种企图营造管辖假象的行为。绝对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全力守护国家主权跟海域安全。日本甲菲律宾启动经济海域划界谈判，中国交通运输部想要借这个机会，讲初7要伫台湾的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想要对咱台湾的普色地带乌白来。哪位就认为政府应该要和日本甲菲律宾交涉，避免和中国有借口来扰乱咱台湾的海域。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扰乱台湾，不是即马才开始。如果我们能够强硬起来，不管跟日菲的交涉，或者我们去强力的护渔的话，可以更有这个理由去跟中国大陆说，你不用管哈，因为呢，这是我们台湾的事情。中国呢，要对于台湾的一个骚扰啊，它其实都不用任何的一个借口啊，动不动啊就对台湾呢这一种施压。中国如果真的要跟日本谈，中国如果真的要跟菲律宾谈，那绝对没有办法来代表台湾呢。今仔即摆，中国派出4架公务船，包括中国家己做的头一架万吨级海巡船只海巡09。专家分析，咱海巡舰艇档位较细，虽望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悬，不过海巡需要强化即时应对的资源甲反应。嘛警告讲，要注意中国的公务船未来可能会有金门、厦门的模式，伫咧东部海域，甲咱台湾做生理的船，也是渔船临检。假设发生中国海军登舰我们船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海巡署要赶快派船靠过去，然后第一个呼吁放人，第二个在
生平时期就应该定期去巡逻这些所谓东部海域。就伫咧中国讲，要伫咱台湾东部外海接拍的时，初七就传出中国航艦辽宁号组一个队通过巴士海峡。不一个国防部长郭立平嘛澄清，有掌握到辽宁号还佫伫咧菲律宾的东边，嘛批评中国海警想要伫台海甲东部海峡接拍，而且佫要甲这个行为树上化，是起毛孔的行为，嘛是认知战，佫较是对咱台湾的主权严重的伤害，会甲海巡单位密切配合，维护国家的主权。记者综合报道。即卖医疗法已经有规定3班的护病比，明年5月20号开始会分3阶段来实施。有护理师的团体早起是佮提出爱提升护理实质的底薪等3大诉求。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表示讲，健保会来补助护理费用，明年经费一定会增加。友善留任，台湾医疗价值。创20外档3班护病比，总算是伫咧立法院三读通过纳入医疗法。不一个真侪人都烦恼讲3班护病比入法了后，病院可能会找无护理师，出现关层的趋势。也那护理师工会全联会初8召开记者会，提出优先这场3大精进诉求，呼吁政府甲医疗院所斗阵创造会成人的做工作环境，才会当互护理的人才留落来做较久咧。刚毕业的人，我们希望他可以看见未来，然后看到希望，然后愿意投入职场，然后同时把护理专业当作他一生的志业。全联会提出3大精进诉求，包括用健保支付制度调整，甲护理的相关津贴标准提悬，互护理师领到的毋是短期的奖励，是提升因的薪水。另外，嘛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互政府投入的资源会当真正倒转去第一线的护理人员。另外，嘛要全面推动所谓顿开的制度，互做工课记录，还有劳动权益更较有保障，而且扩大推广智慧医疗等等，减少护理师的负担。我们会积极的争取，明年在挹注在护理费的部分呢，还会再增加。好，所以一定不会比今年少。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会来争取。赵宗良强调，最近就会正式预告3班护病比标准，还有实施的时间，预计会分3阶段起稿。医学中心会伫咧明年5月20开始实施。区域病院为2028年1月7日开始，地区病院还有离岛等等地区是2028年5月才开始。也若根据上新的统计，一直到今年5月为止，全国护理人员领证的人数超过31.5万，毋过实际职业的人数是19.8万外人，等于有超过11万人无投入临床的工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交通部长宣布讲，三英线的勘验已经完成了，计共是提出15项需要改善的所在。三英线的 NN 模拟车向故障，各有乘客受伤需要急救，状况拢有顺利排除解决。有专家认为，计共是有15项需要改善其中有4项，包括顶部站的风门切齿开关影响到旅客动线，佮因为设施设备受毁，佮安全标示都爱改善。会等到新北市政府改善了后，报交通部核准才来决定通车的日期。来看5日节6要到咯，最近都有诈骗集团伫网络顶头利用卖肉粽的行销，讲会当来免费试食佮大拍折，爱民众私底下信息来联络。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就被骗上100万。另外，利用网络交朋友的诈骗，嘛是佫有真侪人被骗。一个查甫人去银行柜台，讲要领10万块，借伊的表兄妹周转，不过伊的行为引起行员的怀疑，遂通报警察到场。什么是大蓝宝？你有收到这些石头吗？警方看甲苦劝，才偷开这个50岁查甫人的心房。原来伊嘴认讲的表兄妹是伫网络熟识的朋友，暴露情网的伊，互人拐去投资控制，好甲再互警察查落来，无甲钱领出来。陌生女子用贩售矿石的套路，在嘘寒问暖，在远景劝说下。男子惊觉险些落入假交友陷阱。诈骗的步数出头真济，旧的无去，新的煞一直来，而且佫会对时势行。目前当时5日节进前，袂少人开始买年节爱食的肉粽，即马竟然也变做诈骗的话术。网络出现大文用介绍价免费试食当作成人的话术，过人私信买粽。不过，无论民众安怎填订单，拢会显示无完成姓名验证，无法度落订，刷落来就互拐去家内联络服务人员处理。有一个50多岁的查甫人，照伊的指示去操作。
损失超过100万。他有9个账户左右，那他大概汇了大概40笔，然后中间大概通话长达大概5-6个小时，所以代表说他一直都是在这些诈骗集团的监管之下去做汇款。诈骗它有转移，要一次骗到你投资诈欺，现在可能越来越难，所以呢，他就又化整为零，走向这个购物的部分。根据105打诈仪表板，今年前5个月的统计，逐个月拢是网络购物诈骗的受骗案件上侪，敢若5月就将近4000件。警方佫一概呼吁，若是伫个网络购物的过程出现异常的金流，也是生命验证无完成等等，真有可能是诈骗，大家爱较细致的。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北部熊熊落大水雨，桃园的旧山甲新北市英歌三甲邦桥有真侪所在拢淹水哦。旧山的华国新村林家厝嘛拢淹水，民众就怀疑讲是边仔铁路地下化的工程造成排水不良，才会淹水。铁道局甲水务局嘛拢已经提出应用的办法，避免讲雨若搁再来会搁做大水。初七下晡，熊熊上大雨，水一直对华国新村社区灌入去，毋若徛家厝里淹水，外口路人的奥多麦嘛拢浸伫水底。大雨下来，不到5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水淹到我们的那个住宅里面去了。外面的淹水状况是已经到膝盖处了，然后整个家里的电器啊、椅子啊，全部都是呈现淹水，泡在水里面。几家住户有受到淹水影响？有6家以上。昨天的淹水，它是水没有办法排泄出去，导致它倒灌过来社区里面。这场熊熊上来的大雨，造成至少6间客家甲工厂淹水。主好认为是边仔的铁路地下化的工程排水无好造成的。议员嘛赶紧找相关单位来勘查，初步紧急处理。铁路局先伫个工区内底挖一条土沟，将水往桃园火车站的方向排放。水务局嘛按抽水机，甲提供自豪冻水棒，避免淹水的代志搁再发生。希望他们可以尽速改善，因为接下来还有几天呢，豪大雨的状况，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问题改善之后呢，雨不会再淹进这个民宅里面。气象署表示，西北方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也是西北雨的几率真悬。初9、初10，地流方面来到台湾的天顶，上大雨的上大阵，全台拢有大水雨发生的几率，呼吁大家爱提早做好防大水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国中小学校长的遴选委员会，会设11个人哦，有2个县级的家长团体代表，一个学校的家长代表。最近是有民意代表提案讲，建议取消家长代表的投票权哦，互因只提供建议，所以校长互教育专业来决定就好。县政府嘛表示讲，因会来研究。毕业的季节，宜兰县真侪国中、国小拢在办毕业典礼。不过，有民意代表最近提案，建议县政府甲宜兰县国民中小学校长遴选作业要点修正一下，因为选出来校长人和教育专业完全头较大身。他们可以提供意见，但最终不应该用这种投票的方式去做决定。是。应该要给教育处他们自己去认定说，对，评估说哪一个校长比较专业。民意代表认为，家长团体和学校家长代表拢是遴选委员，而且阁占3票，互真侪遴选出来校长，敢会晓做公关、做人情，却袂晓做代志。校长失去专业，互县内校园霸凌的代志是直团，嘛影响教学现场。去约束家长团体啦，就是私底下的这个关说或者是拜访的部分，应该就是避免啦。教师职业工会就认为，根据中央法规规定，家长和教师团体拢有一定的额度，会当参与遴选的制度。要互制度更较完整，县府应该先互制度更较透明，互家长团体知影讲，遴选进程应该避免私底下做人情去甲人拜托，而且要有一定程度的教育专业。那这个议题呢，我们就后续我们会纳入我们的研议，就是在我们检讨会议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县府就表示，针对外界提出的相关意见，当年校长遴选作业结束了后，拢会开检讨会议，相关的议题嘛会纳入研议讨论。也若遴选进程私底下讲人情、甲人拜托等等的问题，伫咧册内底拢有要求，嘛有禁止，要点内底嘛有唱明，讲甲真清楚。正式遴选会议的时阵，嘛会甲委员搁再强调，避免搁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南今年1月到5月，食毒赛车案件是比去年的同期增加1倍，大部分拢是食上宋时的分段以脱米值。法务部嘛已经在讨论讲，要甲这款的毒品来做第1级的毒品要来加重处罚。顶日有轿车咧台南安南区违规下过车道，互警方抓落来。警察挖过要半早，发现这个查甫驾驶心情真痛，兼手佫会喘，手骨嘛有健康的昏液，当场互人撞到伊食毒赛车。像安尼案件近来愈来愈多，为着要防止这款状况，台南市交通采发中心这个月公布2个累犯名声和相片，有民众认为安尼做真妥当，某人认为效果有限，建议通加重刑责。公布应该的，既然敢做，就要让人家知道啊。比较强力的监管，或者是比如说像强奸犯那种电子脚镣，有在行驶汽车或者是机车的时候，就可以就是警方那边就会马上收到连线。或许可以跟新加坡一样，就是练习啊，让他们觉得害怕。第111年4月开始，交通局公布头一批按道交条例规定，10天内不论是食酒、食毒赛车，还是拒绝检测的驾驶2摆以上，地方公布个人资料和违规地点。6月初5 30个累犯当中，有2个食毒赛车。警察局统计，台南今年1月至5月食毒赛车案件有690件，比去年同时期加1倍。这阵因为警方运用喙烂快台汽车来缩短验毒的流程，3天的专案轻步就掠到32件。毒驾案件690件，较114年同期增加了358件。115年1至5月取缔酒驾共2280件，较114年同期增加了242件。自111年4月起开始首批公布，希望透过公开资讯揭露的方式，加强遏阻酒驾累犯。警方讲，近来掠到嫌犯，大部分拢是食丧事分段。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按算这个月17要开毒品审议委会，会讨论甲这类的毒品对现行第2级毒品升级做第1级毒品。希望政府透过调整政策，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莫阁有无辜的人受害。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立法院今仔日邀请法务部、警政署、交通部等部会来讨论食毒赛车相关的修法。法务部是强调讲，会修法来提悬刑责，6月底就会上再提出草案，上行政院来审查哦。教育部嘛表示讲，9月开始，校园会当开始来做喙烂的快筛。司法部嘛按说要透过网络的关键字来巡查落架，减少毒品的流通。喙烂快筛就落实施了后，食毒赛车查缉到的数量也悬。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5月已经查到6730件食毒赛车案件。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拜一邀请相关部会来质询，讨论防治毒品犯罪甲食毒赛车的相关政策。如果阳性那很快就会出来。那同时也会做一个尿液的采检。那尿液的采检当然这个要抢时间的哈。因为这个尿液采检，因为当场会就是做一个尿液的一个采检哈，那个避免那个时间那个整个一个药效就消退掉了。因为依托米治代谢较紧，法务部表示会加强快筛教育检验的机制，嘛研究修正相关法规，要提悬法则，打算6月底进前会提出草案上行政院审查。教育部指出，为了防止毒品入去校园，全国已经设置3627间的学校，9192个巡查热点，未来研究修改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重新制定喙烂快筛使用的规范，打算9月导入喙烂快筛，就是要提早发现学生使用毒品的情形。教育部也引进，就是目前所采用的这个快筛脱衣的快筛试剂，希望能够及早能够来发现学生疑似有这个吸毒品的情形。它下降了几件，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猖狂？以毒品和电子烟来讲，分别是6000多件，14年到15年有6000多件跟25000件。另外，针对网络毒品买卖问题，司法部讲透过关键字的巡查甲落架机制，已经处理超过6600件违规内容，嘛承诺会继续加强网络买卖的监控，为源头减少毒品的流通。记者郭金勇、志光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仔去北韩访问，这嘛是伊任期当后，搁再去北韩哦。北韩的官方媒体劳动新闻是指出讲，习近平甲金正恩2个领导人会来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甲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嘛来提出经济贸易合作的办法。
北韩官方的劳动新闻指出，习近平2007年搁在访问平壤，要强化两国的合作关系，来对抗美国的高级兵霸权主义，又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因那中国也伫出访进前，由习近平签名投稿劳动新闻，内底强调两国爱做伙维护公正的国际秩序。面对了单边主义这种挑战，在国际场合共同的要反对这种单边主义，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不过，习近平要访问北韩的前一天初7，金正恩的小妹目前担任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的金宇正公开发表谈话指出，因为5月川习会了后，美国川普政府甲和北韩非核化列作美国甲中国的共同目标，所以北韩政府重新强调绝对袂放弃核武器，就算是韩战期间徛共边的中国也同款，北韩也拒绝讨论放弃核武器的问题。Ties have grown colder over recent decades, and North Korea has turned more to Russia, sending troops and weapons to support the war against Ukraine. Beijing has long worried that instability in the authoritarian nuclear-armed North could seriously damage China if it spilled over the border. 美联社分析认为，目前看起北韩甲罗西亚的关系比北韩甲中国的关系更较好。不过，北韩若要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准，依然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这届习近平访问北韩，会讨论到的实际议题，可能有增加中国旅客到北韩的数量，重新启动北韩甲中国的边界陆地交通，也有联合经济开发计划等等。日本共同通信社是报道讲，北韩伫批评美国的时阵，并无讲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名，佮讲金正恩无甲伊甲川普面对面会谈留落来嘅美好回忆放袂记哩。北韩的意思是因坚持发展核武器，不过也是要维持甲美国友善的关系。国际新闻徐家仁编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上新的报告是指出，讲全球的核子大国目前拢按说要把核子弹安到发射系统顶头。大国地缘政治的竞争嘛，已经和核子冲突的风险即嘛已经是冷战以来上悬的。其中中国核子武器增加的速度嘛是全球上紧。核战舰伫海面直直驶，伫咧地缘政治局势愈来愈紧张，真侪国家拢计划要提升核武的库存。The more worrying news is that even though we have lower numbers of nuclear weapons, the level of nuclear dangers and nuclear risks are rising. 总部伫咧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上新的报告显示，全球核子冲突的风险已经飘起到冷战以来上新的高度。What we are seeing is a trend whereby states that have nuclear weapons are taking them out of storage and deploying them on nuclear-capable delivery systems. 数据指出，即马全世界大概有12000外个核弹头，虽讲因为伤旧啊有换新，全部数量有调降，不过核武大国拢伫咧暗中车拼，尤其是中国扩张核武的速度，确确是全球排头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中国目前有620个核弹头。预计伫咧2030年，中国的洲际弹道飞弹数量就可能甲美国、甲罗西亚同款，扩军的速度嘛，互国际社会真警觉。The thinking in Washington now is to counter Russia's and China's nuclear weapons together, so as one category that needs to be contained. 不过，美国甲罗西亚又是核武的大本营，因有全球关闭83%的核武库存，分别有超过5000个核弹头。虽望这两个国家拢有预算超帮，也是飞弹试射失败等等的挑战，不过因拢落重本，伫咧核武现代化的脚步一点仔都拢无放零。除了美国、中国、罗西亚、欧洲的英国、法国嘛计划提升核武的库存。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北韩同款嘛咧累积核材料，推测技术的升级。即马国际当中约束核武的条约特别无效啊！这场军备比赛恐惊会互全球局势面临更较大的风险。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咱云林的土豆特别大收咯。也毋过最近天气无稳定，本地要泡好大的土豆，雨水要来咯，就爱紧探磅礴。佮惊讲会歹去烂去哦。嘛因为今年收购的绩效已经比旧年俗3成咯，农民是真烦恼讲，若需要用机器来烘好大，因就会了钱咯。雨一阵一阵咧落，目前拄好是云林土豆的采收期。有农民最近采收的土豆已经提起伫申请的产业道路边啊，伫拍日。因为最近已经连续落2-3天的雨，农民只好甲塑胶布盖咧，避免土豆压淡烂去。一天2天还好，超过
那个太多天就不行了。他就爱用电动螺墙去，顶起来爱用电动螺墙去，我们长就用布啊。虽无用篷布甲土豆全部拢盖咧，不过农民嘛烦恼土豆会因为安尼翕甲烂去，只好甲篷布搁挺开，互伊通风，避免损失。搁加上今年土豆的价格比去年落3成，使用烘干机会加重成本，农民普遍拢较无爱用。打落土豆落，啊，就打到电开个，送风落啊，即摆在地烧一根，土豆打落，啊嘛是爱变。采收起来的，它的含水量太大嘛。上悬就对啊啦，你若讲咱讲起来硬无夯，一克6趴，这物件一定歹的啦。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讲啦，价小影响到他的生活经济，影响到他的生计嘛。一个不是干那油爱电尔，这个做麻烦的啦。本着讲，你这个成本，你政府要怎么去解决嘛，对不对？协会表示，目前打进入分林土豆的采收期，采收量已经达到5%。若是连续一日落雨，采收了的土豆佫无拍打也是烘打，真侪业者是唔敢买。目前嘛，期待相关的单位当先做应付，避免农民的土豆因为无法度拍打来造成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高气压甲西南风真强的影响，一礼拜后全台湾拢会落雨，初9、初102天可能会落大水雨，风影嘛会变较大。往来屏东东港甲小琉球的船帮业者嘛已经宣布讲，初9、初10这2天要全面停驶，所以有真侪业者趁今仔个有船帮赶紧甲物资送去小琉球。今仔这物资紧来送过安尼啦。哎呀，规工无开啊，无通食咧。早起8点外，东流线的码头，未少业者赶紧把物资款起伫船顶，有菜脯、水果，甚至是蚵仔床，拢爱赶紧运过去小琉球，再甲满满。受到低气压地流方面影响，气象署预报，全台湾拜2、拜3雨水落袂停。今方面会影响过6天，业者唔敢大意。前往小琉球的船班，业者拢决定初9、初10 2天全面停驶。礼拜2、礼拜32天都是有豪大雨的产生。那海面上我们预估应该风力都会超过5级，浪高都会在2公尺上下。我们会尽早的公布给大家，让旅客做好心理准备。受到天气影响，唔那东流线船班初9、初10停驶，叶流线初9、初10嘛无开，连这2日要去小琉球佚佗的旅客行程规个拍乱去。因为船班明仔载拢无开，原本要伫小琉球过暝的民众，只好赶紧甲订好的民宿退掉，当日来回，民众拢足无奈。反正要载啊，结果讲袂当啊。船啊无，明仔载船啊无。系啊系啊。哦，安尼感觉就扫兴袂？直接北部落来。对啊。系啊，是感觉，感觉有一，所以阮咧个等于高雄站大啊。好，临时改高雄大安尼啊。对啊，啊，我明仔载无开船啊。因为我们本来预计是今天下午才回来，然后看到有停航这个消息，所以决定早点回来。他连开都没有开，回不来。对，下午赶快回来。有做到最重要。受到西南风影响，屏东地区早起雨一阵一阵，规工拢有大雨特报。东流线业者会按照天气条件，随时调整船班。业者呼吁旅客要注意信息，提早应变出游行程。记者柯永杰，屏东报道。即马又搁到风台季节咯，台东成功要去采洪水场的步道2天前，互风台扫歹。公所要维修哦，也毋过工程是真困难，嘛已经流标6届咯。公所即马是打算讲要找替代的道路，也毋过土地取得甲经费嘛是一个大问题。这条要去新光镇彩庆水墙，也个满老老步道的副营产业道路，对顶悬看是无啥物问题。也毋过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路基已经是启用墙啊空空。当地民意代表讲，2天前的海葵风台就发现路基启用墙去，影响大家出入的安全。啊，那镇公所嘛，甲中央提出灾后的复原计划，甲单也未受理好势。无别条路，咱无法度去咱的彩虹瀑布，甲咱的马老的步道。佫顶悬佫有介侪宫庙吼，介侪信众拢会过去哩安尼。即马风台期搁要来啊，足惊烦恼伫遮咧行的时阵吼，嘛不如去放落时阵，连人挂车会规个拢叫出去。成功镇公所表示，这个工程要做足困难的，规个关价感有差10层楼悬，啊，要向中央争取追加预算，也毋过流标大概拢无像相关意来做，需要搁做调整。啊，即马风台特别到啊，会先加强采警示牌啊，搁来找替代道路。积极就是用替代道路的方式来先处理。那现有的道路部分，我们也先维持它，能够维持它半线通行这样子。
镇公所讲，目前还搁在规划新的路线，毋过嘛是爱赶紧摕到国产署的土地，还搁有中央的经费，才会使赶紧甲新的路起个好，互民众还搁有旅客会当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左营有一台公车在初六暗晡伫民族路车顶2片玻璃，互石头仔掀破。加在司机佮3个乘客虽然踹一条，毋过无人受伤。警方是调附近的监视器，找到一个33岁嫌犯，嘛伫初7下晡掠到人咯。这嫌犯讲，伊是为着要消头压力，才会摕石头仔牵公车，嘛已经互移送法办。公车顶悬响嘣一声，2边的玻璃拢破，乘客也惊一个赶紧徛起来看。初六暗时，高雄左营这台公车驶伫咧车路顶悬，当咧挡红灯，煞无定无伫玻璃破去。现在凶手掠到啊，就是伊33过世纪的查甫人，对路边行出来，开始四界顺来顺去，苦落来捡到要挨石头了后，就走去牵公车。警方表示，嫌犯真干巧，犯案了后桥都摆要人讲，佮用伞啊甲车牌扎起来。经调查，疑姓男子涉嫌持石头丢掷停等红灯之客运公车，造成2侧车窗玻璃破裂，所幸车内4人均未受伤。警方经采证、调阅监视器及访查后，锁定疑姓男子涉案，发现其犯案后骑乘机车逃逸，并以衣物遮蔽车牌，规避查缉。警方扩大调查监视器画面，才顺续掠到姓余的查甫人。警方表示，嫌犯甲姓王的公车司机，也有车顶的3名乘客拢无熟悉。问伊犯案的目的，竟然讲是因为压力大，想要小偷情绪，才会捡石头去牵公车。这款讲法甲做法实在不可取，已经依法甲人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方于6月7日13时许将疑男拘提到案。全案依刑法第183条公共危险罪及第354条毁损罪移送侦办。公车玻璃向破去，加在车顶的司机甲乘客拢无受伤。李姓余的嫌犯伫咧检察官审问了后，是入领3万块交保候团。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彰南投县的仁爱乡有一台载15个菲律宾游客游览车并落去山脚，其中是有一个人脑出血，2个人骨头断去。公路局早起嘛派人去车祸现场勘查，警方嘛发现讲，这台游览车的驾驶竟然无营业大客车的执照。画面中，当日落雨，天气无介好，消防人员甲受伤的人刷到2桥要送医。事故发生伫初7尾暗晡，一台中型巴士载菲律宾的游客去合欢山看杜鹃花，结束要落山。规台车驶伫南投第14线北部公路79公里路段，摔落2厘深的边坡，造成驾驶甲乘客拢总16个人受伤送医，其中有4个人伤势较严重，也在大院。加护病房那一位的话，颅内出血那一位，他的出血不多，可以观察，好。那目前不需要手术。那另外那一位的话，另外那一位是骨盆骨折，那是要手术的，但是大概要等1-2天，要确定血管没有 delay 的一个受伤才会去做手术。继长江初八，警方也继续伫现场调查厘清事故原因。特别注意的是，消防局表示，第一时间接到通报是菲律宾旅客一滴飞行电子设备感应到车祸冲击，自动卡互119通报的。后续警方经过调查，确定现场的驾驶无驾照赛车嘛无毒驾，也毋过说无营业大客车的驾驶执照会依法的告发。经调查，张姓驾驶无毒驾及酒精浓度反应，未持有营业大客车驾驶执照。警方将依法告发，后续肇事原因由警方持续调查厘清。那我们初步研判是因为驾驶他天雨路滑，在这个下坡陡弯处他自己车速过快了，而且他可能对这个路况不是太熟，所以才导致目前这个事故。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若无驾驶执照去驶大客车，汽车所有人甲驾驶分别会当罚4万块以上8万块以下，然后当场保管车辆。警方嘛提醒讲，南投山区这几日都在落雨，所以驾驶都要注意车速，维持安全距离，避免发生危险。记者卢尚珠、洪英秀、郑俊佑台北南投报道。再来看嘉义市伫彰化头的时，有一个查某人伫骑乌多摆哦，结果有一只胖熊熊飞过来，伊去惊到车去弄到电火条，加在人只有车伤是无介严重哦。因为6月到9月是胖活动的高峰期，所以嘛讲提醒讲，若拄到胖，就唔通伤紧张，才袂发生意外。救护人员替车祸受伤的伤者进行第一时间的治疗。嘉义市初日发生一件家己弄电火条的车祸，一位骑机车的女性因为去后要陪位身躯的胖惊到，无注意头前的路况，家己去弄到电火条。现场为29岁女性机车骑士，表示在骑车的过程遭蜜蜂惊吓而未注意前方路况，自撞电线杆，
EMT 到达现场后给予评估止血包扎及量测生命真相皆正常。嘉义市消防局表示，菜市中昼11点半时阵，天幕中心接到嘉义市现大路往溪底寮方向发生交通事故，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发现有民众骑机车经过路边树仔站的时阵，因为有芳飞为身躯拍生囝来发生车祸。研究芳的学者就表示，这段时间芳脚会来活动，民众若会惊，嘛会当做一个方法。那基本上这个时间都是会是算是高峰期，他们也可能是很临时就跟你碰撞到。那如果你身上有一些防范的话，可能就是直接接触到皮肤的那个可能性就会降低。那它其实也有一些时间可以去反应这样。因为机车的速度无紧，受伤的女性只有面甲肢体有一寡受伤，送病医了无啥物问题。专门抓芳的人就讲，6月到9月芳脚会伫外口活动，骑车时阵若是拄着，唔免惊吓，芳脚袂主动攻击人，只要注意路况，赶紧离开，就是上安全的做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昨有民众伫花莲市美仑溪出海口发现有一只细只海底壳鲨，抢救了兽医检查时发现讲，这只海底若亲像要互鲨鱼咬过，身躯有真侪空喙，是真无乐观，所以决定讲要甲伊安乐死。一直咧发出求救的声音，看山的小海底规身躯皮皮喘。海巡队官兵发现伊的身躯顶有几若大严重的空喙，所以赶紧甲伊救援后送。发现活体服饰海豚幼体。予以3要4步救援机制持续给予保施，并同步通报海保署到场协助，后续将海豚移至临时救援池实施安置，并交由海保署处置。这个事件是发生伫初7早起，小海底互人发现了后，是先送去花莲区渔会的临时救援池安置。海保署甲管会相关的人员嘛到场，初步研判，伊是粉鸟蛾的幼囝，身躯顶的空喙是去互沙雕攻击的。达摩鲨，那它会伺机的攻击在海洋之中的大型的鲸类或鱼类都有可能，所以那个伤口是自然的现象。只是有可能是因为新生儿他的游泳能力，或者是他生理本身有一些疾病状况，所以导致他更容易成为达摩鲨攻击的对象。虽然遗憾的是，小海底迄阵伫临时救援池虽然阁有在冷冻，不过其实伤势真严重，状况嘛不乐观。它的内部根据一些相关仪器的那个检视，有包括很多的空气在里面，那可能评估下来需要母体来陪伴它一起成长。那考量到动物的一个福利以及它长大的一个状况的话，那最后由专家的判定，建议是以人道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置。农业处强调，结束小海底的生命是不得已的做法，不过伊才3个月大，人工饲养无法度提供成长所需要的养分，后续嘛无法度代替母海底的幼囝行为，为着避免伊的痛苦，这只幼海底已经伫初7迄天用药剂予伊安乐死。记者综合报道。有统计指出讲，去年高中以下学生有60个人行低路，是最近19年来上济。专家是真烦恼讲，囡仔拄到问题，会甲 AI 来讨论，等到无要找现实中的资源。教育部嘛强调讲，因会继续伫校园来预防自我伤害。高中以下学生自杀的人数最近几年有咧增加。根据教育部校安通报的统计，去年高中以下囡仔自杀死亡达到60人，创下19年来上济。专家认为，除了学习压力，因为网络甲社群媒体较时行，青少年常常咧使用，增加网络社交的困扰，可能会害因想要行低路。也若唔敢向别人求助，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还是会觉得说，我找人家求助，真的会不好意思，或者是觉得会有一种羞耻感。那个就变成是说，整个校园的文化，或者是说家庭的互动是属于一种开放的，不是那么的压抑，然后让孩子愿意去表达。专家讲，青少年若拄到情绪的困扰，向老师也是向外人求助，可能会互同学讲婴仔话，甚至因甘愿向生成式的 AI 求助。这真需要家长加注意，互因关怀，因为烦恼互家长关心。有的青少年会透过线上文字的开讲表达情绪，亲像生命线都有设文字开讲的服务。目前其实已经有在提供真人的一个文字协谈的服务了，因为 AI 用在就是文字协谈，它还是会有一些除了技术以外，还有伦理上面的一些议题需要去克服。台湾整体自杀比率甲自杀人数是减少，不过青少年阶段却一直增加。教育部强调，会继续推动校园学生的自我伤害预防工作，结合心理卫生的咨询服务，让学生的身心会当较健康的。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电视演员鲍祖顺，昨下晡因为急性肺癌过身，才46岁。伊前一昨晡嘛，正加去国外耍回来，雄雄不幸过往，嘛，互大家真关心急性肺癌的严重性。拍开演员鲍祖顺的卖奖专业，最后一篇公开的答文，也搁留伫咧宣传家己头一届参加，甚至也搁未付播出的电视节目。人家请问你刚去哪里玩？我们没有出去，我们刚刚在外面很认真的工作。对，这外面风很大，千万要小心。回顾鲍祖顺的演艺生涯，早期有咧搬公司的戏剧，而且以军旅剧新兵日记撑起来。真侪当来伫咧8点档大戏当中，拢会当看到伊演戏陪伴观众的形影。今天要去看电影，当然把车擦漂亮一点。经纪公司证实，鲍祖顺顶日拄结束国外度假的行程，初7煞雄雄未喘气，阁无心跳，紧急送病医了后，也是拼袂过急性肺癌快速的发病，宣告不治，食到46岁。血癌的病人通常，我们看到的是大多数病人他发病都相当的突然，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就会从完全正常一直到就是出现癌细胞，那到发生很严重的问题。台湾癌症基金会表示，这种肺癌又会当分做急性甲慢性。台湾得肺癌的人一档有1100个，发病的人数有逐档增加的趋势。因为早期镜头无介明显，若准身体有贫血、发烧、肾豆豆，也是乌青等等一般急性的镜头，都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昨6月初7是世界食品安全日，消署嘛统计讲，去年台湾有298件3000外人食物中毒。分析嘛指出讲，大部分拢是沙门杆菌，佮有仙人掌杆菌加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最近天气真烧热，食品安全的问题嘛爱愈细腻。无论是2年前造成6个人死亡的宝林特色食物中毒案，也是2个月前造成170外人破病的润饼糕事件，社会上三不五时会传出食物中毒，对民众的健康造成真大的威胁。6月初7是世界食品安全日，卫福部食药署也针对去年食物中毒通报的298件案件进行分析。11月到4月是冬天的季节，大概是比较偏冷的季节，这时候要预防诺罗病毒。那在现在3月到8月中间呢，其实就是细菌性的食品中毒。那细菌性食品中毒不外乎是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跟金黄色葡萄球菌。那在8月到10月呢，就是肠炎弧菌。餐饮业者也表示，无论是伫餐厅也是伫厝内料理食物的人，都应该爱遵守5个原则：煮食进前爱洗手，食材爱新鲜，糖烧爱超过70度以上，保存的温度爱伫7度以下，80度以上，而且菜甲食爱分开。生熟食一定要分开来处理，比如说砧板、菜刀都一定要切实的落实，不能重复使用。不能同一个砧板、同一支菜刀来从头切到完，这是一个要避免前次作业会不会遭受到污染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6月初10，世界卫生组织也公布上新的数据，全球当年有8亿6600万人因为食到无安全的食品破病，150万人死亡。卫福部也统计，台湾去年有3300外人因为食物中毒破病。食药署强调，食品安全的管理，自政府对源头数据的监测，要求业者对食材的管理，佮有外送完运送的过程，到消费者手头的监督，拢袂使大意。记者季玉记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南韩天团 BTS 的成员拢退伍了，又开始办演唱会。美国的 Billboard 的统计甲4档前比起来 ，BTS 即届伫北美开演唱会，营收是成长超过6成。咱台湾有毛球迷为着要抢到门票，佮去台北龙山寺拜月老，做伙来看卖。南韩天团 BTS 的阿里郎世界巡回演唱会，北美站4月底展开，目前已经完成美国坦佩、斯坦福、拉斯维加斯，佮墨西哥城等5个城市的巡演，计共15场的演出。按上这届世界巡回北美站31场的演出，票房有1145亿的韩票，大约是新台票23.6亿。伫墨西哥城举行的演唱会，才短几分钟，13.5万张门票就全部卖了。美国 Billboard 分析指出 ，BTS 这届北美巡演的每一场平均的营收比4年前成长大约64%，表现犹原真好。Estoy muy emocionado porque pues ya estamos a nada, esperamos desde enero, febrero, ya
Estamos muy emocionados porque ya vamos a entrar. BTS 亚洲巡回演唱会继续进行，为了顺利抢票，争取甲爱豆见面的机会，有真侪台湾的迷众提前做好准备，查 BTS 的相片、演唱会座位的图，各有相关应援的物件，亲像紫色的四手啊，甲 BT21的红啊，去龙山寺拜月老来祈求好运。真的 BTS 的演唱会门票太难抢了，所以大家都说就是拜月老会最灵验。希望月老可以帮我把它牵起来。公司新闻新路北编译。下半部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